核心練習，吸氣，呼氣，捲腹起，鍛鍊腹部嘅肌肉，可以重複多次，然後放鬆。下一個式子，重點下腰要貼地。Hold 係可以強化個肌肉。Low 煲下爬內收，腳離地，注重呼吸。覺得攰可以用手托一托個頭，然後再放鬆。攬個大髀去心口舒緩一陣。好啦，調轉係呢一個Table top， 膊頭對落手腕，盤骨對落係膝頭，吸氣呼氣推高去下九，然後移前去掌上壓，膝頭掂手踭，每一個移動跟呼吸，掂唔到唔緊要，要收腹同埋放鬆嗰下。Child pose， 放鬆一陣，都係 table top position， 盤骨對落膝頭，推返高個背脊，膝頭係離地嘅，然後就係 hold 係強化肌肉，鍛鍊耐力。吸氣同埋呼氣，然後推高一個 downward facing dog， 全身伸展，反轉瞓地下，膊頭盡量要放鬆。呢個係絲收力鉸剪腳。初學者可以頭掂地下，如果想難度高少少，就係捲腹，下爬內收，個頭離地，膊頭少少離地，下腰貼地，雙腳左右上紅落，強化嘅腹直肌。跟住呢個呢，就係好似踩單車咁，但係要扭腰嘅。吸氣落，呼氣捲腹上，相反嘅手踭掂膝頭，即係左掂右，右掂左，用緊你個腰側，唔好戳個頸，唔好戳個膊頭，攬個大髀去心口係舒緩。呢個係類似撈煲，捲腹上嚟，扭向左，落去吸，呼氣捲腹上嚟，扭去右，係要用個腰側去扭，記得唔好戳條頸同膊頭。然後伸直呢，就係全身放鬆，等啲淋巴同血液回復去正常位置。當你舉高腳都係下腰貼地，吸氣呼氣捲腹上嚟，想掂雙腳，落去伸直吸，呼氣上，掂唔到唔緊要㗎。都係要捲腹嗰下，收緊同放鬆，呢個係你嘅腹直肌。攬個大髀去心口，舒緩動作。
掌上壓式，膊頭對落係手腕，單手拍膊頭。當你單手就係練緊你左右兩邊嘅力量，感受下左同右邊係比較弱少少，身體唔好移動太多，膝頭掂地，推後 Child Pose 都係舒緩。瞓返落地下腰貼地，吸氣，呼氣，雙腳向天花板方向踢，臀部係離地，落去係伸直，上嚟係推高，膊頭下巴放鬆，眼白比去心口都係舒緩。好啦，好似橋式咁樣，雙腳喺地，吸氣捲腹上，呼氣右手想掂右腳踭，落去吸，呼氣左手想掂左腳踭，掂唔到唔緊要，你感覺側腰又收緊同放鬆，係我側腰。然後伸直佢就係舒緩返啦。都係下腰呢，後邊個腰必須掂地，直腳捲腹上，落去吸，呼氣壓肚捲腹起，有節奏地跟呼吸。都係個腹直肌前方鍛鍊緊。好啦，都係掌上壓式，但係個膝頭係離地少少，好似90度。吸氣呼氣踢高一隻腳，返嚟拍返埋90，再吸氣呼氣踢高另一隻腳，核心練習，退後 Child Pose 唞唞，最後一個式子 Forearm Plank， 膊頭同手踭係垂直90，小手臂貼地下，伸直雙腳，身體成一直線，唔好跌腰，唔好縮膊，膊頭離開耳仔，頭肩頸放鬆，個背呢係唔會夾嘅，專注個呼吸。